究竟歷史會唔會將2025年4月2號特朗普 so call 嘅關稅戰啦、關稅日啦，甚至解放日變做第三次世界大戰嘅一個引子啦，甚至係全球金融海嘯嘅引子咧？特朗普喺4月2號發動關稅日啦，甚至佢個解放日啦，當日之後全球嘅股市暴跌，黃金價格飆至歷史新高，全球股市喺2日之內跌咗幾萬億美金，個威力係直逼9·11恐襲啦、08金融海嘯啦，甚至我哋近在咫尺嘅2020年嘅疫情啦。有冇諗過其實個威力係咁嚴重咧？而我哋好多人其實身在危機中，亦都係唔知道點處理咧。美國當日係對185個國家加徵10%關稅啦，中國、越南、歐盟嘅稅率係高達54%嘅。我哋好多經濟學家都預料呢個會唔會係1930年大蕭條最危險嘅貿易戰呢？而即日星期五之後，中國已經反制34%關稅，歐盟可能到蘋果嘅 Google 去做一個關稅戰嘅反擊。IMF 估計全球 GDP 係跌7%，即係你下年嘅人工、你飯碗開不保，所以地球被關稅戰籠罩住，貿易戰會唔會升級加劇場戰爭呢？而你嘅生活、資產、人生同埋股票點樣部署呢？我哋會下次片再分享俾大家聽。